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，面對複雜工地條件，工程團隊以創新科技研發多項安全系統，並將科技成果帶到海外參加日內瓦國際發明展。作為香港代表團之一嘅土木工程拓展處，喺芸芸超過1000件參賽作品之中，脫穎而出，喺第51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多個獎項，成績令人鼓舞。智能守衛系統結合感測器同智慧分析技術，可以全天候監察工地出入口同關鍵危險位置，自動識別異常行為，令到前線迅速處理潛在危機，減低人為疏忽引致嘅意外。憑住呢套主動預警同決策支援能力，系統獲得金獎肯定。工人喺密閉空間裏邊，不時都會發生意外，因為密閉空間咧環境通常都非常之狹窄，通風又唔足夠，氣體非常之容易積聚，風險係極之高。我哋工程團隊研發咗密閉空間智能職安管理與監測系統，結合 AI 視覺分析、氣體檢測、超寬頻定位同生命跡象監測，並配備專為密閉空間環境而設嘅通訊模組。所有數據會即時傳送到管理平台，方便管理人員持續監察，形成監測、分析、預警、應變嘅安全閉環。呢套系統唔單止安裝快捷，而且部署靈活。工程團隊能因應唔同密閉空間，迅速調配監察設備，輕鬆建立安全防護網，大大提升安全管理效能。土木工程拓展處一向致力應用創新科技，從而令到工程項目做到提質、提量、提速、提效。